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，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知影。 爱水的搭酒怎为你甲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为我甘袂受怎担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。 对我，心一个情结束也有啦，看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。 什么感觉？我笑你。这是什么所在？我来伫咧这。是你。你昏倒了后，这附近也只有这间破草厝啊。即马太师如果派人四界要走找你，所以委屈你暂时伫这所在疗伤。你根本就免救我。我自从见到你的面了后，我的代志就少年线一直发生。我不应该无听赤脚婆的话，我才中到你的计。因过，不管安怎讲，我拢为你见死不救啊。 即马上重要是要先替你解毒。我甲你中毒偌深，我甲你知影，我有法度通家己疗伤。我即摆上烦恼的就是赤脚婆甲梁小安因一家人的安危。赤脚婆已经被太叔掠转夜馆。啊！赤脚婆去互掠去啊！我要紧来救伊。你即马若是去救伊，毋是自投罗网的。你对赤脚婆真关心。这是我的代志。 唔免你管。因过你唔通袂记的，当初我是去媒人抱带去恁兜甲你相亲，要跟你做伙。伊素秋啊，你若无伫个大厅甲人桌咧用菜，走来这后院是要创啥？拄则是大厅，你当遐尔啊侪人面头前，记住这件亲事，我嘛袂做会怎样。毋是讲我甲你记住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你看我那娘会甲号命号做真纯情吼，所以我绝对袂用的吼答应你的亲事啊。 你家替你家己想，你敢有想过一个查某人叫带去相亲的无奈？你敢有想过我入场是？不管你安怎讲啦，为着我的感觉，你甲太叔共款，拢是歹人。对，是太叔命我去，伊用那爹来压迫我，我敢会当袂心相信？本来我以为讲，我会当连出甲你上计笑计，但你今仔日。 代志就变来这么啊复杂，这么啊混乱着。你要将计就计，但是你将来你敢捌甲我讲这个代志？我若要甲你讲的时阵，赤脚无来做诶，我靠，叫我甲你讲话是。怎哪安尼？今仔日这个所在只有咱两个尔，你听我讲出来啊！本来我对我家己是真有自信，我才会答应太叔会安排你去恁兜甲你相亲，嫁你做某。 想讲，我若是嫁入了后，咱两个会当联手，甲庄太师用哦。不过，你记错我，你将一个查某人的自尊，想到遐尔严重，一直到即摆，我讲，你若来到夜馆，我惊讲你会受到太师骗害，我千方百计想要救恁出去，因过太师利用我。 煞互恁陷入伊的圈套，莫互恁对我的误会是愈来愈深。那安尼，
我就对你足不足的，是我误会你，真歹势。阿钱大哥，你同我做啊！哎，你个坐。你在汉民众一道上加勇气，你必须伫正午的时阵，让太阳镜来接受太阳，然后我用我的真气来帮你运功。安尼7天，你才会当得完全改掉。师傅，我是已经讲。切，人家讲你挂数灵验，今日已经只不过是甲一般的讲我术士同款，气势独明。老怎能让你以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去威胁众生，危害百姓？老夫就意欲将你处斩，誓不可埋怨。来啊！上！走！是。哎，小妹，哎，你看！好。有看到无？茶房已经捣毁啊！这是天灾，你看，伊也当刀结束啊啦！不可能，师傅，这绝对是种妖术啊！好哦，快去救我！是。那边战术向中回甲传输。小子，这边脑壳里。太师啊，咱是有约定的哦。我讲6、5时，若这茶房若8、6刀，就是表示我赢。啊，你怎么唔来照咱的约束，放我走啊？无咯，太师啊，啊，当你来直直甲我欺负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言语无信了？这摆打到胜利啊，你自由了。啊，我唔对你走啊咯。好，是，我先过世。万青。啊，无咯，太师啊，啊，你是毋是后悔啊？讲话无算话，安尼敢通？我唔是食言背信的，既然要放你离开，哪有后悔道理？只是今仔日老夫真正见识到赤塔堡的厉害，你可能是心机妙算。哎，迄是太师吼，你唔甘嫌的啦。赤塔堡，只要你愿意跟随在老夫身躯边，替老夫做代志，等完成大业了后，老夫保证你有一世人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赤塔堡，你意下。啊，我若讲呢？老夫无要勉强你，你当然会用得离开。嘿，这老干脆是安尼讲，心内哦一定是无共款。我是惊讲我若是离开吼，伊就派人要甲我抬。哎呦，我即摆是高教差人群呢，迄下会得，宁可吼我将计就计。安怎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就要想遮久是？袂甲唔一句话哩？袂啊！我早就讲袂啊！我早就想要投靠你。我知影讲太师哦，你的人哦后杀你，而且佫豪爽，早就想讲要投靠你啊！我是讲也无人甲我引荐啊，我总免讲家己打去卖你啊！你早就想要来投靠我？对啊，我早就有去太师府甲你看过，若看过你的风水，我早就一目了然啊！我知影太师哦，你有想要夺江山之心。什么？我你即摆是讲什么？无啦，我讲了也唔对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太师哦，你早就将恁太师府搁再定价中方襄量护卫之价，对唔对？恰不，果然是个样人。那你讲看卖，老夫改做太师府这么久，为何到现在拢无进展？哎呦，等迄要才有进展啦！啊，等你以前哦，请遐的风水师哦，啊，只不过是哦饭桶挂车链。虽然是讲有中方襄量护卫，恁内面的人拢全出一寡牛人，但是你爱小想看卖咧，中方襄量护卫啊，迄是朝中只有一个军，一尾龙尔。啊，你无代无志哦，啊，创2尾龙，大家相像，你要头有帮忙啦。
老早无想到这点。太师啊，你叫人甲你排地理，但是啊，人是甲你排地理，迄是一字之差，迄一差就差真远，迄差这个咯。切，你果然过明。由此以来，老夫更加爱重用你哦。你要重用我？嘿，啊，唔知影太师，啊，你是要怎样重用我哈？如今老夫有意要事，需要请假无你鼎力相助。哎，你也免甲我客气，啊，我也免甲你客气来。啊，你只要有啥代志，你尽量甲我讲。啊，我的人哦，也足好参详，我尽量甲你搭骹手。先好。哈，太风伤了。爱你也苦，无爱也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为我甘袂受罪。请问这个所在，唔知倒一家有官方的夜馆？多谢公。唔注意遮，哦，你才有够有张鬼，你知无？你昨暝无代无志做你走，害小恩哦，为着你，安尼袂食袂困，叫我就爱出来找你，我都惊要来找你，你真正我找着，咱是就遐冤家路下啦。阮也遐有来，毋管安怎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伊出来。我无想要连累你，所以毋才偷偷先走。嘿，你要叫你那遐是你因兜的代志啊，甲我是没关系哦。即摆最主要是讲哦，小安遐为着你哦，一直找到困你倒去拢毋知影。即摆为着会放心哦，你含我还阁倒转来去找伊啊。即摆我咧甲你高听，说话你一个丢鬼。哎呦，来，你去等下。安尼哦，久无看到尔，你阁倒喙手，喙手阁真的了。哎呦，太夸张啊啦！那我会记你古早哦，有一个做五子星，伊是一暗无头毛拢变白呢。你一暗无看你才母猪尔。喙手都已经发出来，都发遮尔长来啊！姑娘，大概你是去认唔着人，在下是一个四海为家的生意人，我叫朱明德。你莫甲开这种玩笑啦！你安尼甲我骗，你又怎样要甲我混过去啊？岂有此理！半路伫咧认老弟，在下还阁有要事，还是有故事。奇怪，谁让这个朱明德甲小人遐个联系是这么高？有奇怪，咱对后壁来去看卖。你讲皇上家己离开宫廷来这个所在，那是讲迄嘛在古水，天家会遐尼宽，伊哪偏偏要来经这个所在？这个小镇是黄后出生之地。当年黄后在宫中犯了大罪，虽然已经被处罚了，但是皇上对伊也是非常思念，甚至伫这个所在起一间夜馆。你意思是讲，皇上定在这夜馆，你是为着要孝念皇后就对啦。当时也是来调查皇后的家属。但是我感觉奇怪的是，自从皇后死了，伊遐族人却完全不见。原来是有这种因由哦。老有接到后宫传来回国传书，伊说皇上已经出宫了，但是老有想不通的是，皇上以前出宫拢是为保护，为何这次就是单人独马？所以太师，你才认为讲这是天大的好机会就对啦吼。无毋对，代志若是会当成功，天下真在我一掌中。毋过太师，你这尔冲动行事吼，迄安尼是吼危机重重嘞。搁再讲哦，如果皇上即马吼，若是还搁足兴旺的，你安尼吼，你会费尽你的心机，而且搁会造成杀身之祸哦。就是因为安尼，老夫才想要借重你的奇门八卦之术，恰个，你讲看卖，不管你有啥物需要，老夫会全力配合你。哎呦，太师想要做皇帝，想到要起笑。
是讲我若无答应伊，爱去外口叫江湖叔叔来害皇上，我安尼哪会比啦？恰甲无？啊？你哪会唔讲话？有啊，我咧想啦。啊！我想着太师，我即摆想到一个足好的办法，不如咱来用一个车军入暗，等皇上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再踮咧衙馆摆一个基文八卦阵，到时阵吼，伊绝对吼贵人相助，有哪袂赴，绝对一定吼太师一定受你掌握啊！真好真好，叔叔就照这个计划进。哈哈，如果若是成事，老夫绝对袂亏待你。好好好，是是是。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选择，请你放心肝，为我甘袂受罪。老神有神，靠近皇上。我认出惊，无互人知影。为什么你若知影我伫遮？老神早就知影皇上出境的消息，老神是特别来护驾的。皇上啊，这所在并不是讲话所在，请皇上依家衙馆休困。奇怪，太师为什么对这人这么遐恭敬？敢讲是内底皇宫的人？那请你看，伊是什么身份？啊，迄甲太师做伙吼，要倒转去衙馆，你甲想嘛知影，迄甲太师就是共党的人啦。东风赤雷，良银晃动，雾水未遂，两困千花。这安尼，敢是天意，命中注定的吗？机幻天上现现机，八卦易理真稀奇。正世因果改天意，顺应顺权莫迟疑。好听好听，诶，这卡婆啊，太师交代你摆阵势，哦，看你敢若一只真闲啊，可会念歌诗啊。我毋是咧念歌诗，我是咧等时机。哦，等时机，等时机，真好真好。诶，啊，借问诶，啊，时机毋知去等着哦？等着，啊，拄啊好恁来，啊，我伫欠骹手，安尼正拄啊好，来，甲我斗搬一寡石头咧。诶，什么啊？诶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是太师派来我甲你监督的呢，你既然叫我搬石头哦，免笑想。啊，你无要甲我斗搬，哎嘛无问题啦，迄哪有要紧？是讲若太师若是问我，是安尼我若无摆阵势，我就讲你无爱甲我斗三工，安尼也是好啦。你慢慢去慢慢去。啊，听你即句话，敢若袂输咧甲我恐啊咯？哎呦，你讲恐啊，你都歹听。我是讲吼，太师若是怪做落，嘿嘿，恐惊你这个人头，你可能爱分开食哦。这哦，我甲你搬石头啦。啊，石头要搬倒位啦？这哦，听我指挥来，你上啊，来，我甲你讲哦，啊，你叫这个吼，去遐搬。好，来，你过去对遐去。啊，你对遐去。好了，你这边，刚刚我看你，看住，好，来，去那家，我这边，你看这，来，啊，你过这边来，来，你过这边，来，这，哦，你，别让拍现在啦，来，去，去算，来，出去，嘿，安尼无代志啊哈，还是我娘来休困。哎，晓得，我甲你讲哦，迄东边啦、南边啦、北边，同款哦，石头即马摆这款形是摆安怎，你就照常搁甲我摆一遍，唔通甲我摆了唔对哦。我知，西边嘛爱。哦，你安尼啊计巧哈，我若无讲就是讲唔免啦，西边免啦，安尼知吼？有够衰哦，我记我说。皇上，请。这石头是怎样哪会搬来遮咧？这启禀皇上，
这是太师的意思啦。伊是讲要换一个环境，互皇上你感觉有特别无共款的所在啦。是是是。伊到底是什么人？启禀皇上，伊叫做赤牙罗，会晓卜卦算命，是老神专工请伊来，不一定会当解决皇上你心中的疑虑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安尼真好。我日永暗就甲伊一起，赤牙婆，永暗你就来踮的房间啊。要甲我一起，叫我去你的房间哦。安尼敢若无啥好吼。原来你有这个顾虑啊！踮也无爱强人所来，也无就叫太师陪你来，唔就好咯。哦，那太师当然无问题。是。哎呦，我真正要讲去啊，讲去啊！我敢会使目睭金金哦，看伊害皇上啊！这个纯情的吼，拢甲我讲哦，我若有困难，伊拢会踮伫我身躯边。啊，即马我伫需要的，爱要走去倒位去？若无分开，我不知我有啥爱你，心像海水涌来涌去，想你无停止。慢慢也想会到，爱你这呢深，回头的路愈来愈远，爱将站伫倒位？天涯。将惨伫倒